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向印度冈格拉地区救济基金捐款；资政洛桑森格赞扬对抗2019新冠病毒的各国医护工作者；藏人行政中央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组。资政洛桑森格与议长白马久乃致函祝贺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连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特别在印度各地传播之际，为了声援和支持达仁萨拉所在地冈格拉地区行署专员办公室在应对2019武汉冠状病毒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月4日致函冈格拉地区副专员，表达慰问和支持，并向该地区救济基金捐款30万卢比，鼓励流亡藏人踊跃捐款，提供支持。司政洛桑森格在写给冈格拉地区副专员的信函中指出，在有效控制疫情在冈格拉地区蔓延的同时，您还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和医疗用品，已经实施严格的宵禁措施。为了表达流亡藏人的声援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将向冈格拉地区的救济基金捐赠30万卢比，以尽微薄之力。司政还进一步感谢冈格拉地区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给予流亡藏人社区的所有支持，特别是在预防武汉新冠病毒方面提供的指导和援助。与此同时，流亡藏人社区为了对印度政府和防止疫情所做的努力表达支持和援助，位于印度各地的藏传佛教4大教派和苯教的各大寺院以及藏人社区民众也纷纷捐赠物资，援助印度民众渡过难关。此外，司政洛桑森格于本周一4月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藏人民众介绍了2019新冠病毒在流亡藏人社区的传播状况，并赞扬世界各国的医护工作者在预防疫情和救治病房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司政洛桑森格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除了介绍世界各国藏人社区的疫情状况外，并感谢及赞扬世界各国对抗2019新冠病毒的，包括藏人在内的所有医护工作者。司政还特别强调了北美、欧洲和印度的藏人社区在预防2019新冠病毒蔓延期间，组织高僧和格西及佛教学者通过网络视讯直播，为医护工作者和病患提供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司政最后特别敦促印度及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遵循所在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疫指令，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并在身体出现状况时立即接受检查和进行隔离。除此之外，司政还呼吁目前在宵禁期间滞留印度和各国面临签证过期的藏人，尽快与当地藏人定居点工作人员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联系。Around the world, to all th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generally to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which originated in Wuhan in China, I would like to say, we feel we are with you. Please stay strong and take care of yoursel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as far as this virus is concerned. So take all th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ssued by you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and be careful and be safe and be strong.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r kindness and support for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ibetans around the world, as we always do.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we pray that no one gets sick, and then if you do, please d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we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and be strong and be careful. Thank you.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为响应印度政府召集医护工作者对抗2019新冠病毒的指示，于近日发布通告，呼吁驻扎在印度和宁波尔各藏人定居点的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和驾驶人员
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需求，提供短期的志愿服务，加入对抗2019新冠病毒的志愿队伍中。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也发布通告，呼吁各学校教师在宵禁期间参与到网上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在宵禁期间能够保持正常学习规律。另外，鉴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和侵略性日益增强，藏人行政中央获悉中国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只有5个国家组成的且具有影响力的专家组成员而感到震惊。这一任命将是中国从2020年4月1日开始至2021年3月31日代表亚太组织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组的相关会议。作为亚太国家的协调员，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赞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使蒋端的提名。这一任命使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国家之一的中国，将在今后1年中在选任若干联合国人权任务负责人或特别程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下让我们来听听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噶玛君先生关于这一任命的看法。As you all know, that China is widely known to be the worst human rights violators. Having a Chinese representative on the panel is nothing short of a joke. It is certainly disheartening for many people and government across the world. And more importantly, I think it will, it in a way will undermine and discredi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is UN body. The people who ha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must think it over before the fundamental UN principles are undermined, redefined to the Chinese liking, which I think is apparently what Chinese is doing. And we'll be left to repeat, to regret it later. And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across the world to really lodge a very strong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 forum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吉·辛葛·乔汉先生于近日在当地举行的选举中胜出，再次当选为该邦首席部长。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相续于本周二4月7日致函祝贺。司政洛森格在贺函中回顾了首席部长乔汉先生于2019年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时的情景，并感谢中央邦政府长期以来对该邦不同城市中经商的藏人提供的支持。司政洛森格在贺函中写道：“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您再次当选为中央邦首席部长。由于你的领导能力和才干，因此人们一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求您再次领导贵邦。”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满久乃在贺函中表示：“我祝贺你再次当选为中央邦的首席部长，并代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深深的谢意，感谢贵国政府和人民在过去的60多年里对流亡藏人和西藏自由事业方面提供的支持和援助。”议长强调，在过去的岁月中，西藏人民议会的多名议员曾拜访过您。去年，我们荣幸地在西藏人民议会中接待你的来访，并与大家进行了交流。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您与西藏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以及您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